有哩对，我家过了打鼓给。不要注意啊，忙到就生。哦，这样容易的咯。多到脚路上了，我家过大家老太鼓给我读了去，我摸路了去上了鼓塔。我拿你的家的啊，我没做学呢，我没叫品坏，我到手路中不一样，我都弄错了。家领导，我怎么叫人家走，南屋加南空，我都弄了去啊，这里杀了许多个，我有种种的点，我都做，我知道一路好做。我都那么做，我知道有点对。啥的，我有木，啥一直你这个。要搞有木，搞一组拉个套鼓照，要搞他几套鼓，我有木知道可能的讲对。老哥，我有个做的鼓的引导，也是几套都学了。我的家，今年要还到有主我个到，要弄了不是个，别个人，别个家弄的对喏。哦，到了家家，我给我做些呢，我做有些的了哟。你要考考，哈哈哈哈！你知道，风大的时候，他远了嘛，我做些个，我第一件老师，如果么，你个么不，个么动路呢，动他好啊，也不就会走了，人当好哩。哦，今年好了家个，到一波道路上头了呢，有领导，他变到了这里的古天，我比个领得多，我叫。哈哈哈哈！老哥，我啥保护你做了，啥人得了呢？你讲那能啊？一年了不多，多了不多的。你呢？啥叫了许多个不动路？学你要喊回家。哈哈哈！这就种是不是错了？要让同意，我做有学的，也是个晒鼓呢。你长大了呢，多平安，多壮丽。其他领导，要让我要走对那空，贴对那鼓，多大到长大的了。弄了，你叫了几个到过路去了？